番茄炒豆腐上菜咯！红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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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hen係好朋友。一隻大金條，兩隻照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妈妈，再见，再见！爸爸，妈妈冇財富下 ，Andy 出去食飯好冇？哦，哎呀，好棒好棒！去餐廳，去餐廳。哦，等一下，不過阿爸會讓我聽朝會自家做飯俾你哋食，所以你晚係做唔下食啦。啊，爸爸，你為食飯啊？謝姑。愛講笑，阿爸係個跳強嘅體重譜誒。等一下，你哋就會跌啦。自己加價，我唔跌呢。跳強嘅體重譜上菜咯！耶！哇，好多菜哦！爸爸真是跳強嘅體重譜。爸爸，你翻嚟乜㗎？哦，番茄烤豆腐。你翻呢？哦，豆腐烤番茄。就乜嘅冇窮人？冇窮人。一個係番茄對食字，一個係豆腐對食字。明明就是一樣，還說不一樣呢。不就是啦。哦。跳強嘅體重譜上菜咯！拜託，唔係番茄，咩豆腐，拜託。來，快啲過來！來，你條娘，爸爸做冇窮人嘅菜咧！又係番茄，又係豆腐。冇窮人啊！我揾咗嚟番茄豆腐湯。爸爸講呢條啲番茄打豆腐係爸爸最愛食嘅食物咯。無論乜個時節，我總係食到番茄同豆腐，就會超你安開心。可是爸爸，我記得世界上還有別的菜啊。像是玉米啦、香菇或是芋頭。蔥啊，番油球、番薯、發菜、鳳菜、高麗菜、鹹菜。好啦，我會啲咧啦。冇事，安樣好咧，你來搞菜。鹹披薩好冇？耶！加菜。喂，安好食披薩店係冇？錯，我係喺度睇披薩。乜嘅？介紹來個番茄豆腐披薩好咧。多謝。唔啦，我就買番茄豆腐披薩啦。世界最偉大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來咧。我雪都要。冇問題，菜來咧。等，太兩個。我冇雪兩個。等，太披薩。我唔好食披薩。等，太漢堡。我唔好食漢堡。機場人發落停燒，我想食豆腐。最勇敢嘅機場人，停車為明星叫嘅任務。想食豆腐冇問題，我來做。做豆腐。等。你個豆腐硬哦。米菜喲，米菜該來嘞，發求喊爸爸來米菜，這樣就不用天天吃番茄和豆腐了。
米菜。老板，请问你有哪些菜？哦，冇介燒肉，就是冇飯烤通豆腐。哇，太好嘞！该你有乜介？奶油、爆肉、香菇、烤花菜。哇，爆肉、香菇、烤花菜，太好嘞！我叫係嗌爸爸糯米，我叫係嗌爸爸糯米哦。快糯米哦，米菜哦，米菜嘅來咯，米菜哦，爸爸，快點，米有好多菜哦，看看米菜那樣樣啊。先生，你有咪到香菇、爆肉，然後花菜，炸安起哦。你做你怎麼飯烤通豆腐呢？就是冇飯烤通豆腐。該我明白嘅呢。師姑啊，你真奇怪啦。爸爸，人家想吃玉米，還有香菇、茄子、花菜也不錯啊。爸爸，我們買一些回家煮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係啊，烤爆肉、烤香菇、烤烤、烤花菜，成件事咧就唔會臭咧。只是該係嘛？好啦，該我就明示子爆肉、香菇、烤花菜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終於不用再吃番茄和豆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世界最偉大嘅英雄，說不出看來呢？我是毒藥，冇問題，出來咧。等等，太難搞。我冇食龍果。等等，太披薩。我唔好食披薩。等等，太漢堡。我唔好食漢堡。給蒼蠅發發了疼手，我想食飯條。飯條，中飯條。按誰了個飯條哦？真是謝謝米菜的人吶，嘿嘿嘿。等一下就有爆肉、香菇、烤通花菜都得食嘞。上菜咯，食飯咯。Yes， 炒香菇，炒玉米。Yes， 烤花菜。Yes。香香，提着飯烤豆腐口面。提着飯烤豆腐口面粉。提上着飯烤豆腐口半溜子。又係飯烤通豆腐。問咋係一條嘅？爸爸。你剛剛買的玉米、香菇、茄子和花椰菜哪裡去了？搵到，我早就唔會煮啦。仲好大春街睇來口口啊，太高興了。安江仔，沒關係，吃得飽最重要了。吃飽最重要。哎呦，真是唔好意思啦。該安樣好咧，昨日我就叫米食部正在研究讓住你做爆肉、香菇、大花菜喲。唔過今日呢，係搞翻去成隻飯烤大豆腐哦。爸爸，你不能騙我哦。真的要去買食譜哦。
哦，講多做多，誰出盤啦？來，出條飯溝，來，出條豆腐。給通愛講，我是太廚師奇薇，我是睇小界太姑，太廚師睇小界上台一曲講，請問太總鋪今日要準備乜嘅食材？今日有香菇、椒麻，還有蔥誒，也係零精，還有太落皮咧。太總鋪你睇香菇，姜麻、蔥。放菜頭、拍菜頭，定然去做乜嘅菜呢？唔同看啊！毛毛啊，我毛唔多咧。我條條老唔講，我愛煮雞湯。雞湯啊！救命啊！太公，客家轉來啊！我講笑的啦，其實我愛煮的係長菜湯。一條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一條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一條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葉頭髮 wonderful， 四葉頭髮 wonderful。紅菇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就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你在飛啦！